叫做网版哈。经过这个印刷之后啊，这个就是一张的转印纸。把图腾转印在陶瓷上头的技术3两下点破。我们嬉笑说甘冒同行的忌讳，因为技术本来就不该守旧。转印技术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与陶瓷结合能做哪些应用？这一大片美丽的墙给了直接的答案。古早来做的话，基本上都是用彩绘的，用人工去绘画。这个不可能是用人工现在去这样画，所以说只有利用这个转印的方式再怎么去把它做大它的宽幅的面积，还要克服陶瓷越大越难烧制的瓶颈。名画12月令图，设计到制造至少好几个月。技术是科学，王文喜让科学和美学对话，和太太一起研究，让经典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在大柱子上成了美丽的装点。亚黑雅浮鸟。亚黑雅老公啊，这夫妻相互介绍，这是我太太，这是我老公啊，这个是我儿子。基本上它是一片一片小片的这样去组合的，所以说，这个有几十万片的几万片的10岁、八骏图，还有蒙娜丽莎的微笑，透过转印在陶瓷上，深深吸引大家的目光，成了最佳的宣传。这个陶瓷它是因为经过高温烧成，它不但可以擦洗任何有什么溶剂啦、水啦什么，它都永远不怕侵蚀。累积40多年，早已拥有许多热卖的商品系列，客制化需求，订单应接不暇。王文喜依旧在想下一波的竞争力。王文喜不断地在转印技术上精益求精，让陶瓷工艺和艺术相互辉映，也更进一步深化了陶瓷的美。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姑娘，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姑娘。